员工合约还没 stamp 会被罚款吗？答案是有可能哦，而且是每份100块哦。大家好，我是你别我的报税高手 Tech 碎碎念。今天我们聊的就是大家都在讨论的员工合约10块钱的印花税，也就是 stamp duty。如果你的员工合约一直都没 stamp，按规定来说，每份的罚款是100块的。这不是讲爽了，是已经写进法律里了哦。可是重点来咯，我们收到风，只要你在今年，也就是12月31号2025之前，把这些合约拿去 stamp， 补交了10块钱的 stamp duty， 你可能不需要给这100块的罚款哦。但坏消息是，官方还没确认这件事，但这已经是最实际也是最保险的做法。因为有补救机会，就是趁现在咯，不然一家公司几个员工罚款加起来可是会吓死人哦。想知道政府什么时候会正式宣布这个 penalty waiver 的话，记得关注我们，只要他们一宣布，我们就会在第一时间更新哦。拜。